歡迎大家收聽聖靈降臨期嘅聖言日糧。今日嘅經課係選自馬太福音第10章34節至11章1節。耶穌吩咐12個門徒說：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帶給地上和平，我來並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刀劍。因為我來是要叫人與父親對立，女兒與母親對立，媳婦與婆婆對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愛父母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得着性命的，要喪失性命；為我喪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接納你們的，就是接納我；接納我的，就是接納差遣我來的那位。把先知當作先知接納的，必得先知的賞賜；把義人當作義人接納的，必得義人的賞賜。無論誰只因門徒的名，就算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一定會得到賞賜。耶穌吩咐完了12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道，教導人。這是上主的道。和平還是刀劍？今日選讀嘅經課，其中耶穌嘅說話帶俾我哋一個好尖銳嘅課題。喺馬太福音10章30節，佢話：我來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刀劍。又喺馬太福音10章36節，佢又話：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究竟耶穌想帶出點樣嘅教訓呢？我自己相信耶穌並唔係真係想要我哋動刀劍，特別係佢唔會想要我哋對自己嘅家人動刀劍。或者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嚟睇，耶穌所講嘅應該係心靈嘅刀劍，意思就係話，當我哋堅持要跟隨耶穌嘅話，我哋就會有可能遇上自己家人嘅反對或者排斥，甚至被拒絕。呢啲就係我哋要面對嘅心靈嘅刀劍，絕對唔係容易承受嘅挑戰。因此，耶穌鄭重咁樣提醒門徒，如果要跟隨佢嘅話，就一定要有心理嘅準備。刀劍會喺佢哋面前出現，並且唔可能逃避。不過呢個並唔係話耶穌要我哋主動地向我哋嘅家人揮舞刀劍，引起摩擦，而係話當你堅持以耶穌嘅教訓，亦即係以天國嘅價值觀作行事為人嘅準則嘅時候，就會有好大機會因此受到排斥或者係拒絕。不過即使我哋嘅家人反對我哋，假若我哋肯定自己係真正地跟隨着耶穌嘅話，我哋就要站立得穩，唔能夠動搖。忍受住心靈嘅刀劍嘅煎熬，絕唔容易。我哋若果相信聖靈會引導我哋，我哋就可以得着從上而嚟嘅平安，用愛嘅力量去面對刀劍，而唔係靠任何權勢或者武力嚟到處理因唔同信念而引起嘅摩擦同埋衝突。呢個先至能夠帶嚟真正嘅和平，讓刀劍之爭唔會延續下去。我相信呢個先至係耶穌真正嘅心意。祈求聖靈幫助我哋。阿們。
以下讓我哋有一段反思嘅時間。喺大家心目中，乜嘢係刀劍？乜嘢先至係和平？你有冇因為信仰原則同家人對立？你又會點樣去面對呢？今日作為門徒，你認為特別喺家庭裏面要付點樣嘅代價呢？讓我哋同心祈禱，我哋會採用喺日常禮讚裏面嘅求平安禱文嚟到祈禱。至聖嘅上帝，一切潔淨嘅心願、正直嘅意念、公正嘅行為，都係從你而嚟。求你將世上不能給嘅平安賞賜俾我哋，使我哋能專心奉行你嘅旨意，並且因為倚靠你，不怕仇敵，可以安居樂業。呢啲都係靠着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阿門。